好的，随着主裁判的一声哨响，本场比赛正式开始。马上是就地的反抢，把球断下来，给到了本坦库尔。中场组织一下拉姆塞，用一个直传，这球呢传短了。罗恩萨这边的反击机会，来看看，高速向前，有单刀机会再打门，这球有了。开场2分半的时间，弗伦萨率先破门，进球的是弗拉霍维奇。单刀赴会将球打进，意甲联赛的第4个进球。这对于尤文图斯来说，确实开局非常的不利呀。现在和他们一起玩的是养母的孩子，这是一场争抢猎物的比拼。看起来简单的扑球，其实是小猫咪正在激发身体中的狩猎天性。小莫在争抢上稍逊一筹。也许他不想在身手敏捷的兄弟姐妹前丢脸，只敢一个人偷偷的训练，那就暂时先坐在替补席吧。小白正在研究观众席到场地的垂直距离，他比较内敛，不像其他观众，比赛一结束就下去找球星蹭脸了。一直到现在还没下去。你这个小笨笨。外公带你跳好不好？来，1、2、3，咦，好不好？咦，不怕吧？好，该跳了。还不跳？还不跳？来，来。我就是不想跳，是吧？上面玩玩挺好的。但身边狂热粉丝连续性的成功落地，刺激了他的模仿本能和挑战欲望。成功了。可惜球星都散了，只剩下这个板凳球员可以互动。哎，两位让一让，现在是赛后场馆清理时间。这个正在卖力扫地的家伙，对城市家养的小猫咪来说算不了什么怪物。他们现在接触的所有人类用品，都在为它提升社会化等级进行充值。虽然在本阶段的探索比拼中，他俩暂时还排名靠后，但该学的东西一样也没落下，挺好。